联系到妈妈了没有？我也怕他那个他们不会传过来。啊，没有传真机是吧？当时的话，因为孩子的父母找不到传真机，那么签好的那个委托书的话呢，不能够及时传输过来。鉴于这个孩子情况比较紧急，我们也联系了这个医院的行政值班。打印出嘛，要那个格式手写出来，然后你给我们。对。哦，挺清晰的，待会儿我们把它打印出来就行了，好吧？夹在那个病历里面。你前面吊完盐水之后，觉得好一些吧？嗯，已经好一些些啦。哎呦，身上还是好烫啊！对，有点微烫，大便刚刚拉过了吧？拉了。哎呦，这么痛啊，肚子还是蛮紧张。这个手术是非做不可的。没有，就是让你进去病房里面检查一下。待会儿躺在那里睡一个觉醒，睡醒了就好了。